环保意识即摆会当讲是愈来愈普遍啦。来看去年这净滩的活动是拢总捡到3000多吨的海洋废弃物，其中呢，这废弃物当中有一寡是较有危险性的物件，亲像是冷媒，也是信号弹，有当时甚至阁会看到蛇虫等等。所以环境部是提出指引，除了做标示、甲人通知以外，嘛提供海巡专线118，互人会当来通报。 风台过了，海山埔满满的海洋粪扫，民众是赶紧来捡粪扫。着捡海山埔粪扫19年经验的吴先生，甲伊捡到的海洋粪扫摆伫桌顶，顶面有冷媒、信号弹，看起来是对渔船啊直接抌入去海底，有的物件佫不离啊危险。信号弹啊，或者是一些救生的一些浮标啊，那这些东西他们是。 就是有国际法有规定，在航运上面的时候，每个船舶都需要有准备的。但是他们会过期，要是在海上做海抛丢到海里的话，就会污染海洋的环境。环境部为着要避免民众去海山埔捡粪扫的时，去捡到危险的物件出现风险，所以就定出指引，提供处理的方式。针对这寡危险的海洋废弃物，环境部表示，亲像医疗要用的注射针头、较高着火的物件、一寡高压的容器、有毒的。 容器，若是捡到，得赶紧通报地方政府1999专线；若是捡到保育动物的尸体，买当通报海巡署118专线。具有危险性的废弃物都能够做好标示，来通知有关单位，分别是海巡署的118及我们的各县市政府的1999专线。 环境部统计，去年112年有将近20万人来参与捡海山埔粪扫的活动，拢总捡到3000几吨的海洋废弃物。环境部嘛持续透过政府部门、地方政府来推动向海致敬的活动，鼓励更较侪企业、民众来参与，斗阵鼓励捡海洋粪扫，落实海洋永续的目标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